Keyless Unlock 手機解鎖教學 Jazzpin 喺 GoSwap App 撳車仔 icon 就可以開始取車程序。麻煩大家細閱條款細則，系統會確認你已經上傳晒所需文件，再核對埋你嘅身份，之後就可以跟指示去檢查車輛。如果有發現任何損毀，記得影相上傳至系統，保障自己啊！允許咗藍牙連接之後，就可以用到 GoSwap 手機解鎖啦。長撳解鎖，長撳上鎖。上車後踩車 brake， 撳 Power 掣，記得鬆埋個電子手掣啊！入波，出發！記得還車前要入返滿油啊！不過咪走住啊，還車手續未完噶，適時上鎖，再撳埋交還車輛，同架車做最後一次檢查，然後輸入返泊車位置，咁就真係還咗車啦。GoSwap